英國發嘅荒謬，當好稅變成壞制度。增值稅 VAT 本來被視為好稅，只要設計合理，佢唔會扭曲消費行為，能穩定籌資同維持公平。英國仲將佢作為第三大稅收來源，正係次於所得稅同國民保險，佔政府收入約1/6。理論上呢應該係一套簡潔理性嘅制度，人人消費，人人納稅。然而現實卻相反，半個世紀嘅政治妥協同特例堆疊，令英國嘅 VAT 變成漏洞百出的怪物。英國財政研究所估算，呢啲例外每年令政府損失近900億英鎊，稅制既低效又唔公平。食品稅率嘅荒謬最為經典，冷食免稅，熱食課2成，蛋糕免稅，餅乾要稅。法院曾為 Java Cakes 爭論多年，只為判定佢屬蛋糕定餅乾。薑餅人 Gingerbread Man 如果戴巧克力皮帶，就要被視為糖果課稅。冇皮帶就免。呢啲分類聽落好似滑雞，卻耗盡企業同稅務機關嘅精力。當法律細節比經濟原則更重要，稅制就失去咗理性。衣物分類同樣離譜，兒童服裝全面零稅率，原意係幫助家庭，但連高價名牌童裝都享免稅優惠，富裕家庭買幾百磅嘅嬰兒大衣一樣唔使付稅。而低收入家庭嘅實際受益有限，減稅成咗象徵仁慈嘅假面，卻令公共資源偏向富者。若真要輔助貧困家庭，政府應該以直接補助或現金支持為主，而唔係靠稅制假裝公平。更廣泛嘅豁免亦削弱咗整體稅基，金融服務同保險業長期免稅，成為稅制特權區。呢啲行業嘅交易龐大，利潤可觀，卻唔需要繳納消費稅，結果係普通民眾嘅日常開支承擔咗更重負擔。好多經濟學者指出，呢種不一致嘅結構令英國嘅 VAT 成為效率最低嘅稅種之一。呢套制度嘅問題不在技術，而在政治。每一項例外都有既得利益者，每一次改革都被誤解為向窮人開刀。於是邊個都唔敢碰。稅制愈複雜，公平愈遙遠。若能刪除多餘嘅豁免同減免，擴大稅基，並把新增收入轉為針對性嘅補貼，政府唔單止可以改善財政，仲可以真正幫到有需要嘅人。VAT 原本係好稅，而家卻變成咗壞制度。佢失去咗簡潔同中立，變成一張由歷史同政治交織嘅蜘蛛網。改革唔需要高深理論，只需要回歸常識，讓每個人按消費納稅，讓政府以明確補助扶貧。當制度重拾理性，英國嘅財政先有重建嘅可能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